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黃平仁。你敢會記得川普講了，甲伊朗要和談幾落擺？38擺。伊朗甲美國談判是拗魚拖平，也是紅茶好酒，考驗好勝地。重點是唔談袂記的，當初是咧拍什麼會？萬航以重新為念和平。才有進展。今仔日4位專家學者到底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中東專家，嘛是庫德族裔的台灣人許善德。主持人好，各位來賓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是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兼任研究員林正義。大家平安。那麼第三位是香港抗疫國際評論主筆劉燕婷。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淡江國際事務與戰略所英語教授王明賢。主持人好，大家好。繼續咱來看，在卡塔爾甲巴基斯坦的協調之下，美國甲伊朗在瑞士進行到第一輪的談判。美國總統川普嗆聲講，假使若伊朗無法度約束到真主黨，讓美軍會擱再發動空襲，甚至會考慮來接管到荷姆斯海峽，收過路費。和伊朗代表團呢非常不滿，本隊暗算講要拒絕會談啦。不過上後尾談判也是收煞，雙方面同意來成立高層級的委員會，60天以來會達成協議。美國甲伊朗代表團21在瑞士進行外界正矚目的高層談判，不一個會場外口會有美說是正重。Well, first of all, we've seen great progress over the last just couple of days in ensuring that the ceasefire holds in Lebanon. These things are always a little bit messy. 美國總統川普佇談判迄檔講鋪文，嗆聲若伊朗閣唔阻止真主黨，美軍會進行更較強的轟炸。川普甚至威脅要軍事接管荷姆茲海峽，閣要加收通行費。消息一出來，國際油價隨對咧大起。美軍中央司令部嘛發布戰機巡邏影片等軍事能力。美方強硬行為，和伊朗代表團暫時停止會談。لبنان بیش از همه مورد تأکید قرار گرفت و طبیعتاً اگر در خصوص لبنان که یکی از جبهه‌های اصلی است که باید خاتمه جنگ در اون اعلام بشود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د حتما موضوعات بعدی مورد مذاکره قرار نخواهد گرفت. 伊朗代表強硬反擊，被美國講話較細緻咧，閣強調佇以色列停止對黎巴嫩的軍事行動進程，談判無法度切入重點。We destroyed over 90% of the 150,000 rockets and missiles that Hezbollah amassed against us. 雖望以色列範圍會持續駐軍，不過佇卡達甲巴基斯坦的敲擊之下，美伊雙方將機會也是點定啦，繼續談判。That says to the people of Iran that if your leadership is willing to give up being a driver of regional instability, if they are willing to give up nuclear weapons ambitions for the long term, the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lling to fundamentally transform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at country. 巴基斯坦甲卡達隨後發表聲明，講比伊談判有具體進展，雙方同意成立高層級委員會，目標是佇60天以內達成最終協議，將對荷姆茲海峽嘛建立交通熱線，確保商船通行的安全。伊朗外交部長阿拉基會談了鋪文表示，伊朗佇石油出口甲解除資產凍結方面有進展，接下來會交予技術小組繼續甲美方談判。坎坎坷坷，美伊第一輪談判總算是順利落幕。公司新聞4派選朋友，其實可能觀眾朋友一開始看到阮這個題目就講啊，這個奧運拖平講了38擺，到底是倒一擺是真呢？事實上啦，內面有一寡眉角，大家好好來觀察。尤其啊，咱過去咱台灣真少注目到國際事務，在這幾冬以來，台灣漸漸哦。會變做國際事務的這個焦點，所以咱也應該對當中哦來學習，看人伊是安怎咧談判，是咧講什麼眉角是啥物。這頭一個，第二個內面講到一個重點，講到 Hezbollah，就是講到這個真主黨。這個真主黨呢，是毋是愛個徹底個咧毀滅，愛會使袂？啊，個這伊朗伊個核心的利益是啥物？這第二個重點，整個。到底即賣即個談判是咧講啥物？
那麼首先呢，我要來請教一下善德，整個談判你的觀察，到底伊朗是真談判還是假談判？還是他真心想要跟美國，只是有一些東西他真的他不能接受。其實，我們現在看那個談判呢，是伊朗、美國、以色列，他們這三個都很需要那個談判，他們想要把趕快那個不要有趕快結束，三個都是很需要。然後是真的，伊朗要談判，真的伊朗要談判，因為伊朗現在的經濟情況是越來越。就是很差，對，現在很差，然後很糟糕。你知道以前還沒有經過戰爭，就是很糟糕，然後現在經過戰爭之後，現在更糟糕。所以現在想要趕快。等一下，善德，怎麼個糟糕法？你有他們給你的消息，或者你的親戚有在裡頭告訴你什麼嗎？或者你看到媒體上面？現在我們看到，就是因為我住的我的家鄉就是離伊朗很近的，所以我那邊的人就是以前也觀光客會去伊朗啊，然後現在觀光客不敢去，對不去。然後這一段時間，就是伊朗沒有買石油，沒有經過荷姆斯海峽就買石油，因為有被制裁。然後以前不是有經過一個大的抗議嘛，因為有那個經濟不好，然後經過戰爭之後，還有經濟制裁。所以他現在還有一些消息，他們說，那個他們國家的那個在國家工作的人，他們不會，可能這樣繼續會沒辦法拿到薪水。沒有拿到薪水。對，然後呢，他們的國家的那個錢那個很貶值，很嚴重。最近這個禮拜因為談判就是從1塊美金，18萬台幣。不是，對，18萬的那個伊朗對，然後現在變成12萬，從18到12，所以這樣的情況，所以那個在戰爭的時候是真的是不用研究就知道是他們的經濟非常差，而且沒辦法進口東西啊，很多東西是沒辦法進口，因為都是，所以他們就有一些東西是從伊拉克有進去的，所以也經過第3個國家是去那邊。有些需要的東西啊，所以他們伊朗真的非常需要。好，伊朗非常需要，但是我們剛剛看到納塔亞尼火，他說我90%他們的飛彈我都把它摧毀了。以我們所理解的以色列的個性跟他們的行為，他當然要剩下10%，他要把它全部弄掉啊。他也想停下來嗎？他也想要停下來。為什麼呢？因為美國沒有想要再繼續這個戰爭，然後美國還想要逃避這個戰爭。因為這個他知道這種戰爭是沒完沒了，沒有地面部隊的那個行動，就是用地面部隊控制伊朗，這個不可能的，不可能。那個政府不會推翻這個伊朗政府。以色列了解這個問題，現在的議題是整個改到是真主黨，就是。變成好像真主黨是重點，對，然後對重點，整個伊朗的媒體都一直像那個黎巴嫩，他說黎巴嫩，如果你一直這樣繼續打，我會關閉那個荷姆斯海峽。然後呢，現在以色列也願意不要戰爭，不要繼續打那個黎巴嫩，這個都是大家都同意，但是有一個議題是沒辦法解決，沒完沒了的，就是。以色列他不願意就是離開黎巴嫩，然後不離開黎巴嫩就是真主黨，他說我完全不會接受，到昨天一直這樣說，伊朗說我們也不會接受，因為你沒有離開那個黎巴嫩，就是黎巴嫩一定是真主黨不同意，所以每天會有衝突在的時候，就是那個伊朗會又繼續那個關閉那個，所以以色列不肯離開了。不可以，你看那個很多軍隊有死掉了，然後那個花了很多錢了，然後他知道這樣子離開的時候，真主黨也會變強，因為那個伊朗決定了，他說我會以後很努力的繼續幫助那個真主黨，所以他知道你離開的時候，所以問題現在就是離開黎巴嫩的議題，其他的都是因為那個條件，我們看那個和平協議很簡單的，核武。
不要發展核武。伊朗本來一直都沒有發展核武，他一直威脅全世界，他說我要發展。然後荷木茲海峽以前本來就開放了，現在他說我沒關係，我會開放。所以最大的議題就是黎巴嫩那個 Hezbollah， 對 Hezbollah， 現在伊朗的議題都改到這個議題。這個我特別請教哈林老師哈，真主黨是安怎變做這整個談判，敢若一個關鍵啊，無處理好，大家就免講。啊，事實上像他都現在個講起來，啊，其實其他的交攏差不多啊。啊，就是敢若這個真主黨用這個來關啊給小金，還是講伊是有其他的企圖？對川普來講啊，吼，這個真主黨啊，黎巴嫩，這個較無重要啊。係啊，但是對伊朗來講，吼，這個是伊會當來拖時間，借着以色列來轟炸這個真主黨，來作為伊朗來拖延吶，吼，這時間來拖延。這個協定的第一條就是甲這個真主黨黎巴嫩這個有關啦，吼。好，所以原來是美國甲以色列即馬上大衝突，吼，的症結點啦，吼。因為對川普來講，敘利亞應該會當比這個以色列去拍這個真主黨更加精準啦，吼。所以就是講這個各有各的思考的能力啊，吼，的想法角度啊，但是這個不是介重要的問題。對全世界來講，美國加這個伊朗，因都希望會當有這種 MOU， 吼，這個諒解備忘錄啊，而且以兩個月內底來談判其他的問題，吼。所以以色列變成一個絆腳石啊，對美國來講變成一個絆腳石，哦，啊，對於伊朗來講，這個真主黨變成一張籌碼，哦，啊，所以咱看見這黎巴嫩的總統都批評這個伊朗，講你袂當借着這個真主黨這個問題啊，來拖延這個協定，美國甲伊朗的協定，所以伊原來是希望會當趕緊結束。但是事實上吼，我要請教院長吼，事實上 Hezbollah 伊在黎巴嫩內底，伊是一個合法的組織咯。啊，甚至伊有當啊擁有伊家己的部隊武器，這是在黎巴嫩的境內是具有承認的哦。那麼至到即馬政府的態度啊，這三方面去議論，這個 Hezbollah 到底甲伊朗的生存關係？伊朗其實對伊來講，伊落佇咧樹的是做伊的基地爾嘛，毋是嗎？其實我是安尼感覺吼，就是講，即個黎巴嫩的真主黨的問題，即馬變做是一個大家互相來威脅的一個物件。就是講吼，你若為伊朗的角度來看吼，就是伊佇中東遮有幾啊個代理武裝啦，啊。其實交易關係上近的，就是黎巴嫩的真主黨，因為因建立這關係合作的關係是真久長啦。啊，較遠的，就是胡塞的也門，因為建立關係的時間較短。啊，煞來就是講，因為胡塞伊交美國嘛有咧講要解除制裁，啊，講美國莫甲伊轟炸。所以其實咱若來看，即擺胡塞伊的表現並無足積極啊，就是講伊有對以色列大幾個飛彈，啊，毋過。伊攏一直講要叫伊去甲紅海甲鎖起來，啊，毋過伊一直無行動嘛，但是伊有伊的另外生存的。伊家己的算盤啦。係啦，係有家己的算盤。啊，煞來就是加沙的哈馬斯吼，伊會當講是互以色列已經拍到足慘啊，所以伊短期佇未來吼，伊可能無啥物力量去甲以色列做攻擊。啊，煞來就是這伊拉克遮有淡薄是伊攏伊支持的民兵。啊，毋過就是因為講伊拉克伊的政府嘛是閣較有權力，會當甲壓落來啦。所以就是講伊拉克遮伊的民兵，伊是有在佇即擺戰爭內底，伊是有幫伊朗講吼，伊去大即種灣區的阿拉伯國家。啊，毋過伊嘛毋敢大甲傷超過啦，因為伊嘛是驚講吼，會甲代誌舞甲較大。啊，煞來就是講這黎巴嫩的真主黨吼，真主黨這個問題就是講，其實即馬
伊佇黎巴嫩社會伊的名聲嘛無啥好啦，就是講伊進前其實伊是一個合法的政黨是無毋對，啊毋過就是講伊黎巴嫩並無甲你講你會當用你的武裝啊，就是講你有你的武裝，這是一個大家攏無法度來解決的一個，因為無法度阻止，嘿，無法度阻止的一個既成的事實，啊毋過就是講。其實佇進前，大家就是講你黎巴嫩你的政府咧，你愛想辦法甲伊解除伊的武裝。啊，毋過無吼，這代志就袂解決，因為伊就是以色列交黎巴嫩。我都解決，今仔日咱就袂來這討論啊嘛。嘿，就是講，因為黎巴嫩的政府，伊就是一個拍過內戰的較弱的政府啦，所以呢，伊就是無迄個法度去甲伊解除伊的武裝。所以這個問題就變做是講，其實進前佇2023年，迄加沙戰爭開始拍的時陣，啊，其實黎巴嫩真主動就是大以色列真正大甲足厲害啊，所以以色列才會講伊去入侵黎巴嫩。啊，但是入侵了後，其實伊嘛是無迄個法度去講去逼政府講吼，你一定要甲伊解除伊的武裝。所以就是變做講，即馬就是伊攏伊的。為真主動伊的用法，就是講吼，今仔日你美國吼，你若是無甲即個黎巴嫩的戰爭甲停落來，因為黎巴嫩即馬對伊來講，真主動對伊來講是真重要的一個代理武裝的一個核心啊。因為伊2024年迄敘利亞已經變天去啊嘛，所以伊即馬伊拼命嘛會甲這真主動甲報落來啊，所以呢，伊就是用荷姆茲海峽啊，擱有其他的問題，談判的問題啊，伊去甲美國威脅講吼。所以燕婷，你的看法甲林老師小可無共款是？林老師的意思是講，伊是落佇咧手頭來當做敢若棋子吼，講我要來拖延這個時間，要取得較好的條件。啊，但是燕婷，你的看法是講，伊這是伊的手頭的寶啊，袂使到電視啊。你的意思是安尼嗎？嘿，就是講伊是。啊，毋是我是感覺講，伊攏內底是有兩種聲音啦，就是講革命衛隊遮個人，伊絕對是要保真主黨啦。啊，毋過若是講想要交美國談判談較濟迄派，就是親像外交部長啦、啊議長啦、總統遮，伊可能就是感覺講，不要緊啦，啊無真主黨就放互因去交以色列，因家己去拍啊，咱莫甲即個物件交咱的美國交伊朗的談判甲掛鈎做伙啦。因可能是到目前為止，你認為時間徛在這三方面上的身上，伊朗、美國加這個以色列。我是安尼看吼，就是講為即擺的辦勢來看，因為美國伊是做想要停戰，所以伊是為迄個誘因，伊一定愛甲以色列講，你愛互我淡寡民主，你應該是互我交伊朗先講出來，講淡寡物件，哦，互我會當解套，啊解套了後呢，可能我機動選舉選了。所以時間較迫的是美國。嘿。就是我解套了後呢，我機動選舉結束，啊，你若想要去拍黎巴嫩，你係你個拍，所以我感覺伊朗伊就是你操作這個物件。王老師，你的看法咧？我感覺這個談判吼，雖然講是美國甲伊朗吼，啊，毋過有個加上迄個巴基斯坦甲卡達，哦，變做2加2，啊，毋過我感覺佫再加1就是以色列啦。所以這個談判是2+2+1以色列吼。為什麼來講？因為我感覺咱咧講談判吼，國際談判上重要是講你用什麼戰略啦，什麼策略啦。美國若是白面，以色列是黑面嘛。因為因的國是關係足好的啦，吼啊，所以即擺實際上來講，即個談判的失敗成功的關鍵就是講以色列會停止對真主黨的打擊無。因為伊朗一直講啊，講啊你拍我的黎巴嫩啊，哦啊拍真主黨啊，你安尼這無看的面嘛，吼。啊，不過咱家聽下講，即個咱看這14點的協議內底攏無講到講伊朗甲伊個黎巴嫩問題，就是講伊黎巴嫩這代志愛戰爭愛結束吼，所以伊朗嘛知影講利用這個黎巴嫩真主黨這個牌來對付美國，哦啊以色列嘛用這個伊朗這個牌來對付伊朗，所以大家攏互相利用啦吼，因為咱感覺講6月21號吼，因4方吼就是講。美國、伊朗啊，卡達、甲巴基斯坦哦，因在咧瑞士這個 Gothenburg 吼，這個所在談判，啊有5點的迄個決定出來。啊，你若看這5點決定，甲這14點的原來備忘錄就講誒，敢若毋是你講要啦結束，是甲時間佫悠長啦。安怎講？因為伊第一點講60天愛達成最終的協議路線圖，啊，這什麼意思？就是講這14點。
必須等60天，甲清清楚楚一個路線圖，啊，甲這個問題解決。我感覺講這是無可能的代志啦。你管你伊朗的迄個農作物啦吼，100多公斤啊160%的農作物要上來處理，是 IAEA 處理上來處理，這就無得處理啦吼。這第一點吼。啊，第二點，因要成立2個小組，就是黎巴嫩衝突小組，伊朗甲黎巴嫩啊以色列跟黎巴嫩大家共同處理講，這個黎巴嫩政治上這代志要來解決。啊，你嘛了解講，啊成立這2個小組，啥要來成立？啊，啥物事要來談？這最變數，攏無講到。啊，第三點，伊意思講，美國甲伊朗要成立一個溝通小組來討論這個荷姆海峽。而且結果真懸。是啊，啊要討論這個荷姆海峽要開啊要放的代志。哦，迄個川普定咧罵講，啊你若無接受，我就甲這個荷姆海峽你甲關起，啊甲每條船啊要價要收20%的迄個費用。啊，伊嘛跟你講，哦啊，即嘛問題，因即擺才是成立溝通小組哦，溝通小組這個荷姆海峽要開啊要放。啊，所以咯，美國決定講部分吼，一部分這個對伊朗的限制制裁要甲沖掉。啊，到底是200億啊、400億還是偌濟，攏唔知。我繼續談判。我嘛看會議呢。啊，所以咯，重點一點是講，因講了吼，啊，所以咯是為巴基斯坦個卡達因發表這個聯合聲明講啊，阮美國甲伊朗談判結果是安尼。所以你感覺講這個談判是到底啥嚟講？是卡達甲巴基斯坦嚟講，還是美國甲伊朗嚟講，還是以色列邊仔嚟看，到底參加？哦，因為咱了解講，等咧6月21號就是昨迄個美國的川普總統，伊接受美國的迄個福斯電視訪問，吼，講這個代志就講啊，伊朗若無接受，我就要繼續去拍，要甲從啊做了吼。啊，伊嘛講足清楚，講這個合約啊，吼，6月19號這個合約，哦。這是干那一個暫時的停火的延長，無什麼特別意義哦。這是停火延長，伊唔是最終的協議哦，唔是上後尾哦。啊，上條是講全部伊講，我有各種王牌，我來處理這個代志。所以為這種思考來看，川普把這個談判當作一場戲啦，伊會擺伊的鏡頭，伊處理，伊無咧驚講時間短啊長啦，伊就繼續往，因為。伊當然這個時間，伊就宣布講，美國迄個我勝利啊，勝利，伊勝利，這已經結束啊，這都是講，即擺就用談判代替對抗，哦，用停火協議一直不斷的往前走，所以60天了，若無法度成功，擱再延長啊，因為伊的合約就是安尼啊，所以60天了，2個月，可能擱1個月、3個月，擱一延落去就無錯。王老師，所以你認為，你對這個最後最終的談判有結果，你是悲觀的？我唔是講悲觀，來是樂觀，來是講美國來甲這動作是一種策略的運用啦，吼，對於有利的去繼續落去嘛，吼，因為咱了解這點，上重要的國家唔是甲咱拄仔咧講的2+2+1，啊，擱2個，就是中國甲迄個俄羅斯，吼，伊當咧迄個 G7 迄個高峰會議的迄個中間，吼，咱咧巴黎，伊公開講，伊感謝中國甲俄羅斯，因徛喺中立立場，伊無去處理這個代志。啊，其實中國甲俄羅斯等咧背後嘛有用力，因為中國甲伊朗關係嘛較好，吼，俄羅斯甲伊朗關係較好，所以有發現中國甲俄羅斯等咧後壁做這個代志，所以這個代志應該沿用同底下落去，吼。啊，在這個期間，川普就講啊，歡迎9月24號迄個習近平來美國訪問，啊，表示講這個代志佫再繼續佫加落去，加到什麼時陣？加到11月嘛。在個來講，差不多，就講哦 ，OK，這協議成功，吼，啊，對於機動選舉有利啊，所以某種程度這是傳播力佚佗的這個局啦，也繼續佫佚佗去，會不會變？剛剛汪老師的說法是，他認為川普其實心裡頭已經有個打算，知道這是一個，不是，就算不是一個長期的談判，他也可能短期之內是不會解決的，對，所以他已經有了心理準備。我不管怎麼樣，我就是說我勝利了，我有進展，我如何如此這般。那麼如果你要再談判，我就必要的時候，我連9月24號習近平來的時候，我都會說，哎，你們可以一起來試試看啦，我只要能夠控管這個事情，我就算勝利。那麼至於到底我們講了一輪以後，到底伊朗人生活如何？那麼以色列人生活如何？黎巴嫩生活如何？
好像都已經不在這個談判裡面，甚至連核子武器我們都已經快要忘記說，到底是因為剛剛汪老師也說啊，這是誰來處理，也沒有描述到。你覺得這是值得悲觀的嗎？還是說不管怎麼樣，他們都有一個基本的需求，他們怎麼樣都會想辦法要向前推進？我是覺得了，現在那個 Trump 的他在意的，現在以後從那個協議之後，會 focus 在以色列那邊，不是伊朗。所以我們大家都覺得整個中東的政治人物啊，然後這些波灣國家，他們覺得是以後就是美國跟以色列的關係會變不好。對，然後現在他們說，他們可能有一些報告出來，他們可能会 Trump， 他會找到一條線，就是跟以色列的反對黨他們會合作，因為不是10月他們有那個嘛大選，對，要選舉嘛，但是只能美國是有這個辦法是支持那邊的反對黨，然後不要再，因為他知道納坦雅胡的太麻煩了。而且你看那個他的歷史，從很久以前，他還沒有到總理，他有很多一本書。你看他一直都認為就是要解決伊朗的議題，他知道是，然後伊朗也沒辦法用他自己，一定要美國經過美國的幫忙，美國的幫忙，美國也不願意也這樣繼續下去，所以他覺得他有一種這個是有可能的，我也相信這種那個說法了，是以後他們的關係會變不好。就是跟納坦雅胡，不是跟以色列，因為我們知道唯一的最好的關係在中東就是以色列跟美國。我覺得美國不可能，如果Trump 也願意跟以色列的關係會變不好，但是美國人會不願意啊，所以他可能會找到是以後就對納坦雅胡是變不好，不是對以色列，所以會影響到那個選舉10月的選舉。所以還有一種說法是，不是說60天嗎？那個是，然後60天以後，就是慢慢以色列的選舉會來，所以他們也是覺得會影響到這個。所以那種說法，為什麼還是以色列願意？不是願意？他說我要跟黎巴嫩會停戰爭嘛？他本來不願意啊，但是他有提到那個，他們說現在有一種連線，就是。美國那個現在政府，他們是跟有一些反對黨，他們已經有連線，有一些以色列報告也是出來，你們可以逛那個查看看。所以你覺得這個和談基本上還是有可能？我是覺得變成那個想要推翻伊朗政府，可能會推翻那個以色列那個現在的政府。就以色列先反過來？為什麼呢？不得不沒辦法解決不了，除非要這樣解決，因為那個。就這樣子，這不是說美國想要變成這樣。善德，你確定這個不是你的 wishful thinking？然後是？這不是，我是講那個有些事實跟我的心。你的推論？對，不對。你的推論哈，我沒有挑戰你，我的意思是說，我知道。你確認這個是你從種種跡象來顯示？對，因為真的美國不想要，我覺得不太想要一直這樣戰爭繼續，然後荷木茲海峽一直關開，然後。就是很多國家批判美國，批判美國為什麼你發了這個戰爭？以前荷木茲海峽沒問題，因為荷木茲海峽有一個很大的武器，伊朗常常會在用啊，不然沒有荷木茲海峽，伊朗都每天一直都被制裁，誰管啊？但是因為荷木茲海峽就是影響到全世界的經濟啊，就是覺得是這樣子，可能有這個辦法而已啊。林老師，你也看法呢？這個以色列哈，以這個諒解備忘錄，伊的角色較無啦。對啊，但是頭這善德有講到，就是講這以色列的內部對這個納坦雅胡矛盾的吼，原來有無同款的看法啦吼。川普對納坦雅胡戰爭一開始。足聽這個納坦雅胡的建議就對啊，但是慢慢伊就發現啦，納坦雅胡以色列的情報無較正確啊，這個包括這個伊朗、這個德黑蘭、這個神權政府，並不是講這個領導人
倒落去，倒落去，啊，這個就全部攏導航，並唔是安尼啊，吼。啊，到尾就是講，川普因也攏知影，伊認為講，這個以色列常常吼，當時無來通知，啊是講要行動之前，啊，差不多幾十分鐘來通知這個川普，啊，伊要去拍這個真主黨，伊這黎巴嫩的境內，哦，啊，川普認為講，你拍這種建築物無效啊，吼，你真正愛有另外一種的方法，吼，因為這個真主黨唔是真重要，最重要是美國甲伊朗會當緊來恢復這個荷姆茲海峽。這14點的備忘錄內底有2點講到啊，吼，講到這個海峽的問題，然後有2點講到這個核子武器啊，這個核計劃的問題，吼。所以嚟講，這個是較大的目標啦，吼。因為你若講無解決這個海峽的問題，美國本身這油價的問題，油價一上來，通膨的問題，吼，啊選舉的問題，吼，啊國會內底，不管是參議院還是眾議院，已經都投票啊，投票就是講限定要求，這個川普要緊來結束對伊朗的戰爭。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講，伊朗若足需要這個 MOU 還是這個協定啊，吼，會使安尼講就是講，對川普來講，吼，伊應該是甲2015年這個奧巴馬，最近奧巴馬佮講啊，講啊，你這個協定考試啊 MOU 甲我比阮迄個差，差不偌濟啊，我是認為講吼，袂使安尼做這種比較，2015年。以來，這個伊朗伊本身這個核武器誒所需要的濃縮鈾的累積完全都無共款，吼，啊，這個政府有做法原來就無共款，吼，所以就是講這個伊朗原來知影講伊的經濟、伊的統治原來有需要這個協定，吼，所以這兩個大的國家是介重要，其他包括這個巴基斯坦還是這個卡達。因之當伊邊啊來咱要破壞核勢啊，吼啊，咱知影這卡達，我那想足久啊，吼，要直接去這個瑞士啊，伊就吼愛飛去別個所在啊，吼啊，就是講川普卡達來講，你上好啊，伊川普生日啊，吼啊，伊這白宮終極格鬥以前。這個 MOU 愛出來，吼，所以對川普來講，伊有需要這個期中選舉之前來解決這個結果，來解決這個伊朗這個問題。所以老師，你認為就不管如何，雙方面會努力，你有你的需求，我有我的需要，咱趕緊來上無愛來簽一個，到底內容是啥物？無一定真重要，是安尼嗎？無法度解決全部的問題啊！但是以這個條件內底，即馬限制，就是講你要為着全世界的經濟來思考啊！你安尼個繼續拖落去，對大家都無好處。所以，伊嘛希望伊朗會當替世界想想的，安尼嗎？是，ending你的看法咧？其實我是感覺講，這荷姆茲海峽的問題，就是即擺會當停火的一個足大的關鍵。啊，其實所以咱來理解這份 MOU， 咱會當看到講，其實伊的邏輯就是美國伊出錢，啊換伊朗甲海峽甲拍開，這應該是上簡單的一種理解的方式啦。啊，就親像老師都攏有講的，就是講吼，第一步先甲這問題甲解決了後呢，啊，煞來才會講吼，這資金要解凍偌濟啦，啊，煞來個。制裁要解除偌濟，啊，換講伊朗你陸續有遮個核問題，你會當讓步偌濟？我是感覺這是美國即馬的思路啦。啊，當然啦，這伊朗的經濟嘛是，我是感覺講是真歹啦。就親像較拄仔迄種老師嘛有講，其實咱若來看這數據，佇這美國甲伊朗伊佇4月的時陣伊停火進程，其實伊朗伊的損失就已經超過2700億美元的 GDP， 一個數據啊。這個數據其實就是伊朗差不多一年的 GDP 啊，所以就是講吼，美國一直甲伊朗拍
是拍到美國家己邁阿密專島會是無毋對，因為伊攏伊就是拍袂死的硬洞。啊，毋過這硬洞毋是無成本的，就是伊攏真正是凍甲嘛是足艱苦啦。就是講這經濟的這物件。互人拍甲這種損失啊，啊，煞來閣有種伊咧效啊，啊，閣有這足濟，毋是敢若軍事的設施，互人拍。民生的設施也是受損啊。嘿，能源啊，做的物件攏歹去，所以伊煞來伊嘛是愛中建啊，啊，中建就是愛有迄美國有是講有一筆講3000億美金的一個重建的基金。你有同意他的善德兄所說的？其實美國已經開始在思考。找納坦雅胡的反對者來跟他們溝通，希望能夠徹底來改變伊朗的，徹底改變這個以色列的路線，然後乃至於來整個中東的全局可以因此而得到，達到美國想要的那個理想的狀態。我是感覺講要改變以色列路線，可能有較困難，因為是安尼啦，就是講納坦雅胡伊本人是。強硬派，嘿，是強硬派啊！毋過以色列毋拿伊家己，伊一個強硬派啦，就是講，佇這戰爭發生了後呢，咱若來看以色列的民調，就是講以色列伊只要有去轟炸、有去入侵別個國家，這民調第一時間攏是衝起的。就是講這，因為民眾當然佇咱外口來看，是感覺講以色列佇遐，你也無代誌找代誌嘛，就是講大家攏想要刷啊，我互大家。煞啊！毋過佇以色列伊的民眾看來，就是講，伊是感覺講吼，這國家安全的問題並無解決啊，所以呢，就是講，即擺即個 MOU 出來了後，咱來看以色列的民調，就是講，做儕人攏是真無滿意啊，就是講伊感覺講，伊攏即個問題並無解決，咱應該擱拍。所以為蝦米納坦雅胡會遐大膽講，這咱絕對袂為黎巴嫩、為敘利亞、為加沙撤軍，因為伊有即個民意的基礎，你家己。backup 啊，毋過就是講咧，就是因為納坦雅胡伊毋是一個做大家攏做介意的政治人物啦，就是講伊來伊有迄種貪污的問題啦，就是講伊有即馬有司法案件你走啦，所以就是講伊嘛是互人罵講，你就是無想要互你即個司法的問題吼繼續來進行，所以你就是一直要拍，這是一個互人詬病的一個點啦。啊，毋過就是講吼，這納坦雅胡伊本人伊。確實，伊即馬可能無啥受歡迎，啊，毋過伊個黨就是利庫德集團，伊即馬閣是以色列上大黨，就是講以色列伊即馬國會吼有120席，就是講你若是要執政，你愛61席，就是講你是愛用一個聯合政府的方法，因為就是講利庫德集團伊敢若即馬執政的伊是31席。所以伊是有聯合做者這小黨交伊做回來執政，所以就是講，當然啦，即馬難道無這種可能性嗎？伊結合伊的反對黨，啊，甲納坦雅胡的這個利庫集團，甲演了倒。即馬看起來吼，這民調，因為我頭都有看者，但若是今仔日選舉吼，利庫德集團會當得到25席，啊，毋過這其他的黨吼，就是反對黨敢19席啦，啊，其實若算算誒。可能納坦雅胡嘛是閣有伊個優勢啊，嘿，就是看伊安怎夾，就是因為伊做者小黨誒，迄種席次攏做分散，所以代誌啊，閣無法簡單哦，王老師。但你也看他剛剛我們在講善德兄所說的這個推論，美國想要找這個他的反對的盟友來結盟，然後徹底改變中東的生態，這敢有可能性？我感覺這是美國。一向以來嘅對外做這種嘅做法啦，以前在咧冷戰時代啊，對中南美洲啊、對非洲啊、對中東都是安尼做嘛，哦，支持因這個國家嘅反對黨，啊，推翻因這個國家嘅執政黨，哦，啊，伊即馬對古巴嘛是咧做這代志啊，伊要找到因嘅反對黨吼，啊來支持古巴，哦，古巴來變吼，來變天啦，這是有可能吼，啊，不過咱今日看伊朗甲以色列。情況甲其他國家是無共款的吼，因為伊朗神權政府啊，伊執政47年，遮爾穩固穩定，你要講反對黨的反對派人士攏無嘛，你嘛找攏無嘛，你就無得出手哦。又擱譬如俄羅斯美國也想講，幹嘛都找反對黨，還是反對派人士來反對迄個普京嘛無啊，到即嘛無法度。啊，中國大陸嘛共款。1980年代，啊，中國講開始解放嘛吼，改革開放，啊，美國就想講要甲和平演變，
哦，要支持大陸的民意人士來做一個代志，起碼無法度嘛。所以，我這種想法來看，迄是有較困難啦吼。哦，那麼拄咱嘛咧講以色列來無嘛問題啦吼。啊，那當然我嘛足巧的啊，一定來利用外來的迄個戰爭、外來的迄個戰術來提高伊的聲勢甲地位。伊即屆為什麼要拍迄個黎巴嫩吼迄個真主黨？因為伊感覺講黎巴嫩南部，這對以色列來講是伊北部最重要一個安全緩衝區啦。伊若有這個安全緩衝區，加上加沙走廊，甲哈馬斯拍敗，啊，甲真主黨拍敗，伊就在鞏固伊的東北甲西南的迄個安全的方位。伊會使專心對付伊朗，哦，這南部這個部分。所以對伊來講，這是最重要伊個國家安全的迄個戰略設計。戰略。哎，啊，來自這個問題是每個國家攏會拄到這個代志，因為你長期執政，哦，啊，你有一寡貪污啦，一寡法律問題出現，啊，這就看伊國內誒司法制度甲伊的反對黨夠有能力甲拍敗。老師，咱頭先安尼一輪講起來，咱唔知有發現講，其實。講甲伊個佛祖的發展，敢若變做毋是地方安尼。對。啊，這是真誒啊，假誒是，我即馬到呾為止，我已經看灰煞煞，就是講伊朗的即個佛祖的設施是有真正互美國攏摧毀去嗎？啊，講聽講伊濃縮鈾，啊，佫有地哩，啊有地，啊是啊佫偌濟，這在咱內面看，伊敢若寫一條啦，講中心無發展核武。啊，而且濃縮鈾在 AAEA 監督之下就地來撈，較稀咧。對。啊，安尼，其他攏無重點咧寫描寫。這點第八點，我感覺講，這是美國吼對一寡國家常常要甲拍啦，要找一寡介口啦。哦，敢若迄個2003年啊，伊拍伊拉克，伊講伊拉克有核武嘛，哦，要去查。啊，透過迄個國際能源總署，IAEA 去查，結果攏查無，啊查無因講啥咧？查無表示講有，咱還未查到，所以咱去甲拍了就有啊，哦，所以這是一種例證。啊，伊朗當然要發展核武嘛，伊若核武，伊就我就對付美國、對付以色列嘛，對其他國家，伊差不多變做中東上大的迄個代理人，吼，來支持這個國家，哦，因為伊朗嘛看來講，北韓較即陣啊。其實某種程度一定去互中國承認講伊有核武啊，有核武啊，因為即個習近平去迄個平壤訪問，甲迄個金正恩見面嘛無講咯，攏無講着咧，朝鮮半島無法了嘛，攏無講，不是講伊無練，講伊有核武，啊，毋過即個核武是要等咧中國控制佇下骹的北韓核武，即個無練吼，啊，所以咱來即個問題看來伊朗當然嘛，也有核武嘛，伊的核武發展嘛，毋是講80年代、90年代較陣的代志，伊早咧發展，吼，啊，因為這幾年來較緊，吼，啊，2015年咱拄仔咧講的迄個奧巴馬時代，吼，伊朗有個核武協議嘛，迄陣啊是要甲限制，叫伊發展民用的核武，啊，甲伊的核能軍事甲通掉，啊，不過2017年，川普克馬上就甲這個協議廢掉啊。所以某種程度是美國造成這個代志，就是講為2015年到即擺2022年11年的時間，伊即擺已經有710噸的迄個所謂的濃縮鈾咧，吼，啊有差不多有440公噸的60%的迄個濃縮鈾迄個程度，意思是講伊在做袂少的核子彈啦，吼，這是一個轉化過程，吼。啊，咱即擺嘛知影講舊年有一個什麼午夜重錘，吼。啊，一擺安尼2-3台，迄個美國的轟炸機去轟炸伊個核武設施，飛彈個陣地，陣地拍個差不多啊啦吼。啊，我感覺講，這個消息伊朗嘛袂講啊，等咧互拍，一定去疏散吼，去其他所在。所以某種程度已經等咧一個足安全的所在。所以因為伊安全，伊攏控制住，毋知有這第8條講伊朗你的物件安怎處理。啊，伊個最基礎的思考就是講。好，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 來處理，吼，啊，美國就講啊，安尼就無代誌啊，吼，啊，毋過即個物件要處理，到時要來處理，啊，上面來監督。本來俄羅斯講伊要來參加，啊，本來中國也要參加即個工業，啊，毋過美國攏無愛啊，吼，所以以後安怎處理，佫是一大問題。所以我感覺講這是一個介口啦，講伊要發展核武，啊，伊若要真發展核武，那有偌簡單。伊若要發展第一日，以色列就甲拍掉啊，袂有等伊發表啦。所以我感覺講，這是一個介口啦。其他上條是核武材質開放問題，吼。啊，我拄仔嘛你講，因等咧
昨個北迄個跟迄個隨處的談判，啊，講上後尾，因講要成立一個溝通小組來討論這個荷姆斯海峽開放的問題、安全的問題。啊，為這個角度來看，即擺才開始那爾嘛，還未有結果啦，所以這個程度佫會悠長去。佫悠長。老師，你剛剛還會悠長哈。剛剛汪老師跟幾位的看法，第一個，我們其實很關心的是，這場戰爭剛剛開始打的時候，是為了因為說伊朗有核子武器，而且有濃縮鈾。那麼到現在為止，汪老師的看法是說，這只是美國要打伊朗的一種借口。那事實上，他到底有沒有發展核武？就你的理解，他還有能力嗎？其實，那個從奧巴馬時代到現在，伊朗自己在媒體還有正式的，他說我沒有發展核武，但是他一直用一種威脅，就是利用那個威脅，就是意思說我可能會有，然後怎麼樣，就是要威脅那個美國了，為了得到有一些這樣子，或者是。解除禁運，對附近的國家怕他，或是以色列怕他，用一種。所以你認為伊朗是吹的？對，我覺得他不是真的有，因為還有他不會有這個計劃，我覺得不可能。但是，那個是美國的有一種頭痛的，但是中東的部分完全不關心的議題就是核武的。整個那個附近的國家，波灣國家，他們不關心有沒有核子武器，對，完全不管。他覺得伊斯蘭兄弟不會打我，他們怕的就是介入他們國家的政治，所以伊拉克怕那個介入，因為經過有一些政黨在國內，黎巴嫩呢，他也不是控制，現在他權力很大，伊朗在伊拉克，在黎巴嫩很大，以前是在敘利亞很大，以前在也門。所以他們最怕的關係這個，然後現在這個議題，我們如果看那個協議啊，比較少提到就是那個伊朗不能介入幫助 Hezbollah 就是真主黨啊，都沒提。Houthi，然後這個就是現在那個這個戰爭為什麼這個戰爭呢？所以核武本來沒有，現在，然後以前。介入這些國家的政治，然後伊朗到前天他說，我會以後更努力，會幫助那個真主黨 Hezbollah 我的盟友在伊拉克全部會幫助。然後以前是荷姆斯海峽一直都開放，然後現在，所以那個戰爭我們一直提到那個戰爭到現在沒有得到一個結果是 OK 的那個。然後現在我剛才沒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是他那個 Trump 一直公開的講了，他說，因為現在不是整個議題會變成 Hezbollah 的問題，真主黨的議題嘛，在黎巴嫩。他說 Trump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這樣講，我覺得很好笑。他說我有一個抉擇的辦法，是我讓那個敘利亞去打那個真主黨。現在那個不是有一個總統嘛？他說新的 Syria，他說我要跟他談。那個去打那個 Hezbollah 的那個，所以這個是完全不可能的東西，因為那個我們知道那個敘利亞跟那個 Hezbollah 有一個很大的衝突，在國內敘利亞也是有，他們 Hezbollah 在他們的國內也是有一種威脅，是，但是他會反對，就是會變成國家跟國家戰爭，因為黎巴嫩跟這個，然後另外一個議題是，你知道我們現在知道的敘利亞的總統怎麼上台嗎？就是把阿薩那個。推翻的，就是土耳其幫他，所以他非常很會聽一個土耳其的政府的一個總統，所以你覺得土耳其會願意去幫助以色列嗎？去到 Hezbollah， 然後去那邊，然後去到國內裡面，然後他們現在大概沒有到1個月，現在和平的在敘利亞，他想要有另外一個戰爭。因為那個敘利亞裡面也是有很多那個什葉派的，就是支持那個就是真主黨，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幾天他一直都這樣說，他們訪問的時候，他說我也解決辦法，我會讓那個敘利亞，對，所以就這樣。他做這現在所講的就是講傳播那個罪哦，關袂掉啊，就講我就叫敘利亞哦。過來拍你這個真主黨哦，因為伊本隊就跟恁無好，
但是背後是多尼基啊，多尼基敢會去，互伊去拍一個，這嘛是會變做中東的大亂哦。想要剩差幾分鐘，我請三位林老師你來簡單講一下，因為咱看中東的這個紛爭哦，已經60、70棟不止啦。即上有人種講法就是講，其實上大的亂源就是你美國支持以色列，才會變做安尼一體。那麼如果若是川普要徹底解決，應該是主動甲以色列講好有一個代志，而且同時局面愛處理控制。老師的看法是啥？這個經過差不多這為2月底到今嘛，以色列以這個美國的民眾的民調內底，都支持度都降低啊，所以就是講美國並不是講對這個以色列100%支持，應該是100%支持啊，但是對這納坦雅胡啊都有意見啦，另外來講，咱知影來講，這伊朗經過去年甲今年啊，伊朗伊的國家的實力伊的威脅大來降低而且來講，保守阮一寡的國家，因認為講上重要愛甲美國的關係更加深入強調這個安全的問題咱知影這個卡達來上這個空軍1號和這個川普所以應該是川普後屆會甲以色列個合作將這個亞伯拉罕的協議個較濟國家以及保守來簽。所以整體來講，川普還是冇取得某種程度的勝利咯。燕婷安怎看？其實我是感覺講，川普伊即擺伊犧牲的應該真大程度是共和黨的選情，就是其中選舉的部分。毋過就是講佇中東的秩序的部分，我真同意林老師講的，就是講伊其實呢，伊未來閣是想要用一個外交的方式吼，就是講伊交以色列呢強重來甲這阿拉伯國家甲誘過來，刷來伊就會當鼓勵伊朗，就是講其實佇2020年的時陣，迄個亞伯拉罕協議已經成功互這灣區的這阿聯閣有巴林來交以色列建交，煞來其實經過這場戰爭，咱會當看出來，伊後來想要誘的，就是即馬上明顯就是黎巴嫩交敘利亞，就是因為這兩個國家即馬就是因為黎巴嫩這做明顯就是伊的政府想要甲真主黨改組武裝，毋過伊做袂到。所以呢，美國就是想講好啦，無我來幫你，毋過換講吼，你交以色列建交，毋過當然這看起來是有困難，因為這有這條路真長哦。嘿，因為這有政治正確的問題啊，就是講無遐多行遐緊，嘿，毋過就是看起來這是一個美國交以色列伊未來想要做的方法。是，王老師上後尾吼，有人講這一個大戰略來看大趨勢，就是講其實美國在中東的布局是。雖然看起來是咧為伊朗，其實是咧鉗制着中國。講你就莫伸手來甲遮，我若甲中東吼，即個局面攏我來處理好。你中國你在即個中東你就努力，會當安尼看嗎？因為中國咱咧世界作為，尤其在中東吼，伊透過伊一帶一路吼來發展伊的經濟吼，來甲即個國家發展關係吼，不止為了石油啦吼，閣即個勢力。甲以色列甲美國的迄個對抗吼，所以我感覺講美國即屆透過以色列吼，甲其他國家發展關係，就是要穩固一旦咧即個所在伊的勢力範圍吼，來對抗中國在咧即個所在發展。因為中國若為中東來發展了後，會為中東甲非洲吼，這是一種跳板吼，毋但敢若石油爾啦，因為伊朗。20%油攏互中國提去，所以對中國來足重要吼。毋過中國嘛，我感覺講以後伊個問題毋是敢若石油，佫會擴張，等咧非洲這個所在吼。所以這是一個另外一種美國甲中國等咧中東勢力的一種另外一種大理念的戰爭啦吼。這個佫繼續落去，所以即屆咱感覺。迄個川普在咧講啊，講即個中國甲迄個俄羅斯因中立吼，所以才法度甲即個物件伊朗的即個諒解備忘錄來成立哦。所以這目的講好，這就是講中國等咧即個所在勢力是足大的，你袂使忽視
哦，你網田就愛甲中國講好，才我都甲這個中東這個問題甲解決了。所以問題嘛是咱在中國，是問題在中國。哎，對。我們剛剛3位談到的就是說，這整個趨勢其實美國是有意識的在跟中國在做對陣，希望能夠把中國的勢力排除在整個中東的事務裡頭。你怎麼看待中國在中東？現在如果我們看那個。新聞啊，中東新聞什麼？他們說，如果現在制裁如果沒了，對伊朗，是中國會變成那個，就是伊朗變成那個小中國，小的中國。小的中國。對，因為他現在很多投資在那邊。對，這個是一帶一路。對，而且是他會非常大量的錢在那邊要投資，所以因為沒有限制啊。就是以前他有些公司被制裁，美國市場好壞都還不知道哦。